看你规工咧写，你写批啊？我咧写遗书。哦，今仔坐咧遮，就是为了即句。为义受苦的人有福啊！有福无福毋是重点，重点是头前4个字：为伊受苦。你今仔日伫遐坐咯，到底是为了啥？有人是为了钱啊，有人是为了受尊重，啊你到底是为了啥？你咧？我甲你无共，我是为了我家己，我较自私啊。啊，你到即马阁毋知？为伊受苦啊，就是咧讲你即种的念头。为伊受苦的人有福咯！为伊受苦的人有福咯！啥呀？睇人来话。为伊受苦的人有福咯！今日，唔知30年后的人会安怎看咱？